徛台湾看世界，中国对台湾的打压真正是无所不在。世界创新甲科技大会伫马来西亚槟城举行，开幕式主办单位邀请亚洲拳球手者选美比赛，才家里上台一日拍招呼。伊毋过代表咱台湾的家里高万勇，却被扭掉咧，无到上台，又果是中国傲慢的行为。事后主办单位有出面回释咧，当时在场的桃园市政府资讯科技局局长余婉如，除了加高万勇加油以外，嘛对中国的打压行为表示抗议。伫人群当中偷偷七目屎，代表台湾参加亚洲环球小者选美比赛佳丽高万勇，伫2022世界创新和科技大会顶台拍招呼前1秒互阻挡，互伊目屎对咧连落来。原本准备上台之前，国满面笑容，手中嘛摕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，毋过爽动来无法度上台。面对无公平对待，伊目屎流落来，台顶所有佳丽举国旗欢喜翕相，毋过却无台湾的国旗，这一切拢互参加的台湾团看在眼内。桃园市政府资讯科技局长余婉如都伫面册写，原本要替高万勇加油，伊煞伫上台之前互扭掉咧，上尾1秒才知影，大会因为中国打压无爱互伊上台。当时余文发台湾国，互在场的人知影台湾佳丽有参加，毋过中国无理的打压是民主国家无法度接受的，咱的路要真长。其实槟城是非常民间有人是非常欢迎台湾人，也喜欢台湾人的。台湾人更要珍惜所有民主国家的朋友，因为唯有团结在一起，我们才希望说这件事情能够有一天不再发生。除了众人甲安慰，主办方嘛出面回释咧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们支持你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我们还是支持你们的。台湾几下摆伫国际场合互中国打压，当然非政治场合嘛要管，嘛互袂少人拢真生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